各位馬迷朋友，大家好啊！歡迎到田雞開講，我係田雞啊。今條片俾翻大家就係嚟緊3月19號星期三跑馬地谷草賽馬日啦嘅兩匹心水降膽啊，分別揀咗第2場同埋第8場呢兩場賽事啦。嗱咁首先第2場係呢個3班嘅1000米賽事嚟噶吓，咁見到啦，大家馬匹數量唔多嘅呢一場，9隻馬出賽嘅啫啊。嗱咁但係啦，好多馬匹咧都係有呢個短途路程嘅經驗嘅馬匹啦喺度啊。咁年少多好啊，又見到佢啦，又出賽咯喎！年少多好呢一啲馬，咁其實近排你會見到呢一隻馬匹咧個出賽嘅次數都幾頻密㗎，廖康明安排呢一隻馬嚇。咁你見到啦，對上嗰次係3月12號出賽啊，2月都跑咗2場㗎啦。咁但係啦，你話年少多好，霍雲星上幾仗發揮得好差咩？又唔係㗎喎。咁你見到都係跑法好主動啊，好單一㗎啦。呢一隻年少多好一味擺前走咯。咁但係啦，最後都係贏唔到馬。咁跑咗好幾場，其實我覺得霍雲星咧都冇乜點做錯㗎啦。咁可能大家都會覺得上場爭咗成1200米啊，咁最後頂唔到翻嚟咯。咁但係咧，今次捉翻程跑1000係咪真係就贏翻馬去攞翻呢個成績咧？我覺得就比較難啦嚇。咁當然 pace 我覺得呢一隻年少多好有機會嘅。咁但係啦，如果你話喺呢一場裏面要揀翻一隻馬覺得佢係有得贏馬嘅有機會上名嘅咁我就未必會揀到呢隻年少多好啦。因為之前都真係做好晒俾你睇㗎啦，呢一啲馬。嗱咁死啦，今場賽事我會寧願想揀翻一隻比較側身嘅馬匹啦，喺香港跑咗冇幾場㗎啦，但係啦一插入嚟3班都已經有少少成績俾大家睇到㗎啦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隻馬個質素咧應該都唔會話太過差㗎啦。咁就係呢一隻5號飛來閃耀嗌到嗱答何言啊嚇！嗱咁飛來閃耀咁早前咧都係潘頓捉住嚟鋪嗰啲馬嚟㗎啦。咁傷患停賽之後就換咗巴道啦。其實2場你見到佢都係近㗎嚇，一場第3，一場第4啊。咁今次啦呢一隻飛來閃耀由1000米沙田賽事轉個場地啦，走過嚟跑馬地嘅1000米啊。咁其實你睇翻佢血統啦，短途馬呢一隻馬就緊㗎啦啊。咁父系方面有嗰啲真友紅海勁其實之前都係喺跑馬地啦，有個成績㗎啦，識跑㗎啦，唔止一 win 添嘅呢一啲馬都係。咁所以啦，今次呢隻飛來閃耀咧走過嚟跑馬地啦，我覺得絕對係一隻伏兵嚟㗎嚇。咁嚟啦，先同大家睇翻上仗呢一隻馬喺沙田啦點樣跑先巴道策騎㗎。大熱暫時係5啊！哇咁出閘你見到蹬咗一蹬㗎，唔係話好順利㗎嚇。黃衫黑帽10檔起步嚟一起步嘅時候咁大家都幾平排喎，撞嚟撞去英勇快車同埋黃衫黑帽嗰隻飛來閃耀好啦，前面快噶嘛，最入位置就係呢隻年年有型外欄嗰邊就燭光晚餐啦，翠紅啦，黑色臂箍中檔會長之寶，中間呢仲有紫色衫黃袖呢，仲有顏色之王，呢5隻馬比較快嘅，跟住個第6位啦就係英勇快車啦，響佢出邊黃衫黑帽呢，仲有飛來閃耀啦，入邊標誌極光後啲嘅馬咁橙藍衫嗰隻呢，有心裏有數啦，馬力就灰色衫啦，外欄位置粉紅眼就貴麗人生，後啲先有赤霞傳承效應同埋建策精英好啦，跑咗呢一半有多嘅路程啦，燭光晚餐呢就透出咗嘅外欄位置飛來閃耀逐步追緊上嚟，再見到響入邊呢仲有年年有型顏色之王中檔位置就英勇快車，出邊外欄上嚟仲有隻馬力最後100零米馬力響外邊透出咗，埋邊年年有型，再入邊仲有標誌極光，接近終點馬力贏嗱咁大家都見到啦，呢一隻咁飛來閃耀出閘蹬一蹬慢咗啦，不特止讓埋條欄俾馬力咁你論一個追勁又唔夠人哋勁咁又要慢閘，咁你見到最後啦，咁叫做叻㗎啦，呢一隻馬頂咗個第4翻嚟咁所以啦，呢隻飛來閃耀大家都睇到啦，其實上場嗰個嘅形勢啦都唔係話十分之好嘅咋。
咁我覺得呢個要怪騎師㗎啦，巴道上一仗馬匹個狀態啦、表現啦，我覺得係交到出嚟嘅上一場啦嚇。咁啊唔好話真係留得太後啦，呢一啲嘅飛來閃耀，你見到出閘係可以順順利利㗎，即係你睇佢試閘咧都唔會話慢得去邊嘅呢一啲飛來閃耀。咁所以啦，就算今次抽咗個檔位啦，唔算話太好，九檔嚟㗎，但係啦，馬匹數量始終都唔多啦，呢一場最差咪九檔咯嚇。咁啊，但係啦，你睇到呢一隻馬，咦又識得追下馬，又可以啊出閘唔慢嘅擺喺中游位置跑，所以呢隻馬跑法上咧，都會比年少多好嗰啲咧，一定係彈性好多㗎啦。咁啊，嗌到嗱，咁啊一路以嚟近排嗰啲成績都唔差啦，大家見到啊潘頓停賽之後啊。咁啊，所以啦，呢一啲咁嘅側身馬俾佢接手咯，我覺得都係有啲信心㗎。咁啊，始終加上艾杜拿都喺澳洲幫啦，潘頓唔喺度，咁你揾邊啲人搏馬啫？咁我覺得艾杜拿都係首選㗎啦，一係就布文嗰啲嘅啫嚇。咁啊，但係始終依家艾杜拿都叫做仲有啲飛數嚇，咁啊布文就熱得嚟啊博質嗰下衰啊嘛嚇，但係艾杜拿啊有飛數啊博質冇咁嬲啦，大家都係嘛？咁啊，算啦，呢隻飛來閃耀，我覺得用上艾杜拿。賀言咧都係值得留意下㗎，即係新馬啦，我覺得呢隻飛來閃耀都唔錯㗎。嗱好啦，咁啊接下落嚟第二關就係呢一場第八場3班1200米賽事，咁啊呢一組嘅對手咧，大家都係熟悉㗎啦嚇，因為好多馬咧都係跑過晒㗎啦。嗱咁啊呢一場賽事啦，我都會想揀翻一隻自己跟開啊，有留意開之前贏過錢嘅馬匹啦嚇。咁啊，如果大家有留意開我嘅片段，都應該啊對呢一隻馬係熟悉，甚至之前啊都幫手啊揾過下游水噶啦。呢一匹馬就咁啊，就係呢一隻3號添開心啊，煲文搭啊吳鵬志啦。嗱咁啊，呢一匹添開心之前贏馬跑馬地1000嗰場咧，都有介紹過俾大家。嗰陣都同大家講，其實呢一隻馬咧跑馬地個表現咧，其實係唔錯噶。咁啊，甚至你見到佢之後跑沙田都贏埋馬添啦嚇。咁啊，呢一隻馬咧又慢慢減分啦，落翻嚟呢個3班跑馬地嘅賽事去跑啊嚇。咁啊，今次啦又換上啦布文添，我覺得呢一隻添開心啦，今場個機會咧都係幾大㗎嚇，因為呢一隻馬其實近幾仗個表現都唔差㗎，場場都撲㗎嚇。咁啊，今次同場對手雖然都勁㗎，但係啦呢一隻添開心始終都減咗少少分啦。咁啊，今次用埋布文又試下真情俾佢跑翻1200米，因為贏馬之後啦，呢一隻馬就冇跑過1200嘅。咁我反而覺得呢一隻添開心跑1200其實都係啱跑㗎嚇。咁啊嚟啦，同大家講上次添開心啦，嗌到嗱點樣發揮先啦，跑第7名㗎。黃旗舉隨時起步。好，你啊開閘嘅時候啊，快閘嘅馬人和家興。嗱咁啊，裝出嚟就唔太慢嘅呢一啲添開心啊。少多好啊！第3位內欄位置嗰邊啊，有灰馬嗰隻紅日射啊，中間第4頂一頂佢喎，有福國寶內欄第5胡椒軍曹啊，第6位橙色帽係添開心嚟㗎，後邊嘅馬內欄紅衫隻英雄豪邁啦，出邊係英勇快車啦，後邊4隻年年幸運暫時響尾4啊，後邊3匹馬啦，皇帝英明佳運發暫時大墮後，萬事得意嚟嘅，轉緊彎嘅時候啦，前面年少多好拋嚟3個身位啊，人和家興第2位，紅日射第3，第4內欄位置。胡椒軍曹中間第5福國寶，等入邊呢仲有英雄豪邁，中間添開心，大外檔係英勇快車，最出仲有隻啊係嗱咁啊，添開心今次仲喺一啲咁啊逼劫嘅位置冇位啊嚇，咁啊你望翻呢一隻橙帽啦，就係添開心啊。年年幸運啊！最後200零米啦，年少多好，拋嚟咗2個馬位啊！紅日射中間追啲，入邊仲有人和家興啊！出邊上緊嚟呢，就係嗰隻年年幸運啊！最後100米都年少多好佔先啊！有少少外線，紅日射呢個時候上嚟將佢追過。咁啊，最後啦，叫做均速頂翻嚟啊！嚇呢一隻添開心。咁啊，上場啦，你見到嗰啲啊年少多好，咁啊自己大放走甩晒啦，咁啊添開心都係遊手喺一啲比較後咗嘅位置啊，上次。咁但係今場賽事裏面咧就冇話好似年少多好啊，咁啊一味擺喺前面係咁拱嗰啲馬就比較少啦今場，因為你見到有好多傑出漢子又好啦，耀寶區又好啦，
咁啊多利彩區、金匯、星星呢一啲全部都想同你鬥後勁嘅嚇。咁啊所以啦，呢隻添開心咧，今場唔好話擺得太後啦。咁我覺得天杯競典嗰啲一定搶噶啦。咁啊你走翻天杯競典嘅左右嘅位置咯，我覺得呢一場咧就比較好跑噶啦，添開心啊，因為同場快馬唔多啊。呢一隻添開心田速嚟講一定比耀寶區嗰啲好啦，係嘛？咁啊，所以啦，添開心一嚟啦嚇，之前都幫手賺過錢嘅嚇，之前都幫手贏過馬嘅，咁啊都有少少私心啦。呢隻添開心對我嚟講啊，咁啊加上今次用上布文啊，咁啊12米真情，我覺得都係適合呢一隻馬匹跑噶。甚至我覺得呢一隻馬咧2班其實都仲夠跑添㗎，始終今季5歲啦啊，咁啊大熟大用㗎啦呢一隻馬個成績咧，我覺得係今年啦係今季啦可以睇到佢究竟係進步到幾多，去到邊個班次㗎啦啊！你見吳彭志都好急嘅對呢一隻馬啊，一有分衝上2班跑啦即刻啦，咁啊死啦！呢一隻3號添開心，我覺得都係啦，值得留意嘅大家嚇。咁啊，最後啦，嚟個總結啦，今次就揀咗2場嘅賽事啦。第2場呢一隻嘅咁啊5號飛來閃耀嗌到嗱，賀然搭翻啦。第8場3號添開心布文吳彭志。咁啊，最後啦，多謝大家一路以嚟支持，大家有咩心水想同我分享都可以留言同我講，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如果有興趣加入我哋田雞開講嘅大家庭，可以去翻 YouTube 嘅首頁，再撳簡介。去下面加入田雞開講嘅大家庭，每一個級數都有唔同嘅心水俾翻大家，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喜好去揀翻唔同嘅級別。中意嘅話可以訂閱我哋頻道，撳翻個鐘仔，仲有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下條片再見。